美的扮演者叮当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拖车里面雅叔的扮演者，我是王博森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乃荣，我扮演的是石君麦。大家好，我是罗美玲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芝兰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迪，我饰演是阿明。很开心的，我们旗舰版目前11场全部秒杀完售。接下来我们11月份要去到新加坡，还有去马来西亚。哇，前进新马了。对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秒杀嘛，是的，所以今天比较特别。有什么惊喜？你们手上那个是为什么手上都拿一些东西啊？因为现在是中秋节，所以它非常非常应景。对，所以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个柚子。今年柚子刚好是非常非常的丰收年，就跟我们的票房一样，一路长红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要把这个这么棒的这个柚子呢，当做我们的礼物送给大家。中秋节限定的，我来看一下有多少柚子！天啊，柚子山！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在这里呢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很棒，团团圆圆。今天呢，真的很开心的，所以呢，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。我相信呢，大家看了我们的搭错车之后呢，回到家之后，你们的阖家非常非常的幸福。我在中秋节的这一天呢，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得到我们的祝福之后，回去都可以圆满丰收。然后那这个柚子送给你们，又生儿子，对，柚子又生儿子，那我也祝福大家，就是中秋团圆啊！大家回家就是除了要烤肉，还要吃这个柚子，就是把我们的好运还有我们的祝福都要记得带回家，然后好好的把它吃得一干二净。耶！我们要恭喜阿迪，野生儿喜获柚子，哇，这个没错，真的那个太大只了。我来帮大家谋个福利。等一下，让大家一人来签30颗名，然后算我那个借花献佛，送给大家祝福。哇，加码！所以等一下观众离开的时候，可以拿着有你们签名的柚子，是不是？是的，特别版的，一人30颗哦，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哦。钻石版，谢谢。可以吧？可以。中秋节快乐！叮铃。大家中秋快乐！